歡迎收睇 TL8167嘅 Studio。咁咧，我哋今日咧就會喺科學園呢度啦，咁就會搭582咧，就去西沙灣嘅方向。咁預先恭祝大家馬年身體健康，新年快樂！而家咧就上咗城巴嘅582，咁我哋會喺西沙灣總站落車。而家就到咗西沙灣啦，咁我哋咧而家會喺周圍兜下，俾大家睇下西沙灣有咩好睇嘅先。西沙灣第一個攻略就係你入嚟咧，就建議大家就可以做下運動啦。咁因為呢度都有好多嘅設施，足球場、籃球場、網球場、羽毛球場、乒乓球場，就連1500米嘅單車徑都有。咁歡迎大家可以入嚟西沙高柏睇下。另外咧，近排西沙灣咧就出咗唔同樓盤，可以建議大家嚟買下。以下係一啲交通攻略。首先有581往烏溪沙站或者馬鞍山站，另外有582同埋281往大學站或者科學園，580往沙田市中心或者沙田圍，A41P 往機場，980X 往港島區，589去觀塘或者九龍灣，587尖沙咀或者九龍，586長沙灣或者荃灣。咁即係因為之後大家都可能會想放假，或者可能喺週末週日嘅時候就去同埋寵物一齊度過一啲時間。咁你哋都可以去西沙高柏嘅。咁以下呢就會係一啲寵物巴士嘅攻略啦。咁我哋首先呢就有 PB1 去上水，之後有 PB2 啟德，去週末呢同埋公眾假期就會去西九文化中心。咁 PB1A 係去葵芳啦、荃灣、沙田週六限定嘅。PB1B 啟德、土瓜灣、鑽石山、大圍係週日限定，大家都可以透過地鐵轉乘巴士。大家可以去烏溪沙站就轉乘巴士，亦都可以去大學站轉乘巴士。以上就係去西沙高柏嘅旅遊攻略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啦。鍾意我哋嘅片，記得要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啊！拜拜。